Zip 噏劇場 Game of Eden 第二季小島篇第86回，時間180年9月22日，地點封閉區域 Area DB Island 監控室。K Area DB Island 走咗去執行另一個指令之後，我喺呢個監控室已經有2日啦。見住阿達坐住獨角獸離開千獸島，飛去另一個島，然後上天堂，再落埋地獄。由於我只係喺2060年收到命令將盧魚嘅靈魂傳入呢個封閉區域，之後所有設計都係由今敏負責嘅。我都係喺呢一刻先知道，原來成個封閉區域係設計成咁嘅。點啊，莫13醫生，呢個啞鈴洲係咪比 Area 15嗰個，甚至現實世界嗰個仲美好啊？咁遲先出嚟見我啊，今敏，你又掛住去黑市做腦像創作師啊？呢個封閉區域咁多腦像俾我玩，仲使乜去黑市啊？咁點解你叫 K Area DB Island 請我入嚟呢？究竟做咩啊？我好忙㗎喎。你嘅忙咪又係去三分甜酒吧飲酒，入嚟同我聚下舊唔好咩？冇咩同你好傾喎。莫13好似冇莫9咁成熟，我都係中意同前輩傾偈多啲。你係咪屈喺度屈到好悶啊？定係太耐冇同人類傾偈，所以啲態度變成咁啊？我都係中意同當年嘅你傾偈多啲。放心，我好快可以變翻以前嘅我。你又好好幫我睇住佢啊嘛。你都放心喎，就算我點變，我都係一位醫生。有你呢句就得啦，我哋就嚟可以睇到呢個封閉區域嘅結局啦。其實你同盧零想玩啲咩呢？吓，又天堂又地獄咁嘅，想挑戰公平同因果，將現實世界好虛無嘅事喺呢度實體試驗。但係呢個制度都係由你哋2個創作出嚟嘅啫，咁啊叫公平噶咯。我哋提供一個機制俾大家體驗，而結局將會由啞鈴洲村民去決定。咁阿達呢？佢同大家嘅恩怨一啲關係都冇噶，咁就只好怪佢承繼咗啲嘅能力啦。佢而家俾地獄靈魂鎖頸鎖到就嚟死咁滯啊！呢啲就係 K Area DB Island 所講嘅咩向死而生啊！你快啲叫嗰班靈魂放開佢啦！我喺嗰堆靈魂嘅腦入面投射咗一個畫面，就係阿達用左手去解救佢哋，睇下阿達佢又會點做。時間同一日，地點封閉區域 Area DB Island 地獄。白烏鴉不斷用羽毛箭飛射一個全身充滿肌肉嘅靈魂，而嗰個蘆葦就徒手打低咗另一個身形瘦削嘅靈魂，但仲有2個擋住佢。而喺鐵櫃走出嚟嘅靈魂太多啦，我俾剩低嗰4個靈魂纏住，佢哋仲用手腳箍實我全身，仲係咁逼我伸出左手。而犯咗偷竊罪嘅靈魂呢？佢雙膝跪地，用手掹走插住佢口同埋喉嚨嘅箭，用沙啞嘅聲線同我講：救下我哋啊！救下你哋？即係咩意思啊？但我又可以點救啊？然後呢，佢用佢額頭掂實我左手嘅掌心，變咗好似我用左手捉住佢嘅額頭咁樣。其他4個箍實我手手腳腳嘅靈魂，就一齊發出低沉同埋沙啞嘅嗚嗚聲，好似想哀求我做啲咩咁。跟住落嚟嘅畫面呢，都係一瞬間之內發生嘅。首先，白烏鴉佢跳起，然後變做烏鴉形態。佢拍翼飛上4、5層樓高嘅位置，全身插咗幾十支白色羽毛嘅大隻肌肉靈魂，岳高頭望住白烏鴉。跟住白烏鴉大力拍翼，俯衝向佢嗰度，就喺仲有幾米嘅距離，白烏鴉又突然變翻做人形。跟住佢收起左腳，伸出右腳，由上而下借助高空衝落嚟嘅加速力同埋力度，右腳重擊落去大隻肌肉靈魂嘅額頭嗰度。大隻肌肉靈魂反應唔切，俾佢踢中，然後就暈咗喺地面。白烏鴉就即刻大叫：蘆葦，你快啲將你面前嘅2個靈魂拋過嚟！蘆葦點一點頭，然後好快咁跑入擋住佢面前嗰2個年紀比較老嘅靈魂中間。佢講咗一句：兩位叔父，唔好意思啦。
畢竟嗰兩位叔父外貌嘅靈魂呢，年紀好似比較大啊，加上四肢仲係拖住手扣鎖鏈，行動一定冇蘆葦咁敏捷嘅。而蘆葦捉住其中一個叔父靈魂嘅右邊膊頭，好似托米咁，將佢孭喺背脊度，再用力一拋，好精準咁拋到去大隻靈魂嘅附近。而另一位叔父被靈魂嚇到呆咗，想擰轉身跑去我呢邊，點知球子原來無聲無息咁跑到去佢附近，用力將佢推去蘆葦身前。蘆葦重施故技，一捉一孭一拋，將另一位叔父靈魂拋去同一個方向。球子，你快啲燒咗張黃紙，然後拋去呢3個靈魂嘅上空。球子按住白烏鴉嘅意思去做，即刻點火柴，燒咗寫上靈魂鐵閘嘅黃紙，跟住拋去嗰3位暈喺地面嘅靈魂嘅上方位置。黃紙燒完嘅嗰一剎那，一道好大塊嘅鐵閘，但係今次就變咗打橫水平喺空中出現，然後唔使1秒，道鐵閘呢就打平咁壓住嗰3個靈魂。白烏鴉又再跳起，再次發動羽毛箭。不過今次就唔係攻擊其他靈魂啦，而係將一堆羽毛箭分成4個方向，分別就係鐵閘嘅4個角落位。啲羽毛箭呢就好似變咗釘咁啊，狠狠地釘實大鐵閘嘅4角位置。一張鐵閘黃紙一瞬間就可以壓制住3個靈魂，將佢哋牢牢鎖喺嗰個位度。果然係第3代盧氏村長盧地啊！阿達，我哋3個而家嚟救你啊！但我仍然俾嗰4個靈魂呢纏實全身，俾佢哋強行伸出我隻左手，掂住全身中箭犯咗竊聽罪嘅靈魂額頭。我開咗全知狀態，但竟然同一時間感受到呢10個靈魂傳俾我嘅信息，都係嗰句啊，救下我哋啊！同之前犯咗竊聽罪靈魂口講嘅說話係一樣嘅，不過仲有下一句，就係我哋好辛苦啊，好想離開呢一度啊！但你哋想離開咪離開咯，你捉實我都冇用噶。當我大叫完呢一句之後，竊聽罪靈魂傳送咗一個畫面俾我，就係我左手發光，將佢打成粉末。原來佢哋想用我隻左手咁樣幫我哋離開呢一度啊！但咁樣做真係好咩？話晒佢哋生前都係人喎。竊聽罪靈魂繼續跪嘅同時，用雙手揸實我隻左手，不斷俾一個訊息我：左手係希望之光。而被纏實嘅我呢，其實冇其他方法嘅，咁我唯有順佢意啦。我左手發出激光，激光由佢嘅魂鎖開始，然後擴散到全身。對上一次對有生命嘅物體用 D 嘅能力，係對獨角獸嘅時候，但係獨角獸嗰一次呢就好拼命咁掙扎啦。但呢個竊聽罪嘅靈魂竟然冇，仲笑住咁同我講多謝啊！佢變成灰燼嘅同時，纏實我嗰4個靈魂都終於放開手同腳啦。4個人一同望實飄散喺空中嘅靈魂灰燼。我諗住拎一張黃紙出嚟吸收佢嘅靈魂粉末啦，但一個少女外貌嘅靈魂面帶笑容咁伸手阻止咗我，我反應唔切，然後就眼白白咁睇住竊聽罪靈魂喺我面前慢慢咁隨風消失。呢個時候，白烏鴉帶同球子、蘆葦行到我身邊，想保護我。你得2隻色，同我阿爸盧靈一樣，都係現實世界嘅人。你入嚟有咩目的啊？係啊，我入嚟係想揾盧婷嘅，因為佢喺你哋大空日嘅時候，唔知點解去咗 Area 15啊。即係舅父所講，呢個世界以外仲有另一個世界嘅諗法，係真嘅？當我想回答佢哋嘅時候，嗰4個靈魂同一時間跪地，然後我感受到佢哋俾我嘅信息，就係想我好似啱啱一樣，用左手嘅希望之光解救佢哋。
Zip 噏劇場 Game of Eden 第二季小島篇第86回。地獄3，阿攝飾演阿達，賓神飾演莫13醫生，阿 N 飾演金敏，鄧天樂飾演盧偉，小白飾演白烏鴉盧地。編劇及製作阿攝，音樂 Beat Friday，封面設計 Follow Me Like Black。